肛门刚有台语，肛门。哦，肛门的门就是性别的门。好高哎，好适合。就用这个就好了。可以啊。肛门的肛，肛门的肛，不是肛门的门。塞康的康，塞康的康，塞康的康就是让你喝康。大家好，我是客门来，我是米希，我是江峰。今日我们讲的主题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这个物件，伊和政治有关系，嘛有和哲学有关系。不管你是读政治系，还是你是读哲学系，拢有可能会学到这个科目。不过这个科目对高中生来讲，可能有淡薄仔困难。你感觉咧，江峰？我感觉我伫高中的时阵，可能无咧注意遮的物件。为什么？对，我就戆啊。所以这单纯是因为讲尔嘛？可能是遮的主义听起来真大甲真难啦。甚至讲这个自由主义吼，伫高中的时阵，拢会感觉吼，可能有理解啊，可能无理解。那听讲到理解嘛，肯定是讲哦，你安怎问高中生讲你安怎理解自由主义？大家讲自由好啊，怎会自由？要行来行去。自由真好啊！你甲我管啊，我退下好我管啊，我要自由，我要泥头毛，要改口安尼。对啊，可能是安尼理解，有可能啊。啊，毋过其实政治在遐内底处理的问题，对高中生的生活来讲，拢有可能会拄着。譬如讲，咱去讨论，就像咱头拄仔因例。学校到底敢会当管咱，敢要泥头毛？这就是一个咱讨论的自由的问题。也是讲学校敢会当甲学生讲，这50个人较够读册，所以我要互因上好的老师，要互因上好的课，佮互因钱。另外这个人袂晓读册，无想要甲你管，安尼敢会违反平等的理论呢？可能有这种状况。这个状况全部拢会当用政治哲学的概念和理论来帮助咱去思考和回答。所以其实对高中生来讲，这理论最重要。所以讲，即摆咧，咱搁倒转去访问共款的学生，去访问因对于即个政治哲学的理解是啥？安尼咱即马就来看影片吧。请甲遮个字用台语念出来。安德鲁海五德，实践理性，人性尊严，伦理个人主义，言论自由，明显甲立即的危险，受训言论，网络社群，欧洲人权公约，族群变异孤立。我觉得我念不出来，我就尽量。安迪路海欧迪人性尊严，时间理性言论自由，网络社群，言论自由，伦理个人主义，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言论自由，明显我觉得我有很大的进步了。你听过偌济种政治体制？敢会当请你讲看卖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内涵？你心目中上理想的政府和政府体制是对一种？不会违反个人的意愿的，就可以称为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应该就是政府不要管太多，然后就是经济上就是比较让资本自己运作。自由主义会比较政府会对于人民还有这整个国家里面的社会，它管制比较小，那所以它也不会比较少去介入那个市场。
那也因此比较容易在资本主义下就会贫穷的越贫穷，然后有钱的人越有钱这样子。社会主义很难呢。我以为的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是相似的东西耶。社会主义的话，就是会比较多是关注弱势，然后就政府会在经济跟其他领域做比较多政策的安排。社会主义它可能就会提供社会津贴，或是用一些方式，比如说就职的协助啊，或者是这一类的，或者是北欧那边好像有在推，就是没有工作也有基本收入，就是比较偏向这一类的。像共产主义可能就是像大陆那样吧。还有以前那叫什么？中国，中国干嘛灌输他？中国就是怎么讲？共产主义就是比较像抛下个人，然后就是共产，大家一起可能工作，然后财产归政府管，然后政府会再分发这些东西。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在就是社会主义的在其中一种，然后比较再偏左一点，理论上应该要是再偏左一点。共产主义就是没有就是不让你有私产，然后就是财产是政府的。所以共产就是说大家的财产都是共同的，可能就是比较没有自己的权利吧，就是通常权利都是集中在中央。无政府主义我在想是另外一个极端值，就是不需要政府来插手，然后让市场决定这个社会运行的样子，这样子感觉就是觉得人类不需要有一个政府来管。无政府主义我是第一次听过，应该就是没有政府吧？可是不可能没有政府啊。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比较应该是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像就是像现在台湾吧，会不会就是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政府决定，就是比较靠民间，然后大家一起共同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权力是偏向在人民这边的，这是我认为啊。人敢是自由的，若毋是请解说。若是你会安怎解说这款的自由？伊敢有任何边界还是限制？觉得人是有自由的，但是那个自由，我觉得是有范围的，然后是，就我不确定确切的范围是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个自由是在，就是例如说我可以决定我今天要吃什么，然后我今天想要做什么事情或是怎样。我认为自由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当然不可能是每个人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你一定也会受到控制啊。如果今天大家都是自由的话，那这世界就会天下大乱，就是还是有很多的规矩，就是可能是像法律，不然就是一些伦理道德吧，会自然约束你的行为，我会这样认为。所以不是说完全自由，就是你的自由不能去伤害到其他人或他的自由。那如果你要问我觉得人是不是自由的话，我觉得一部分是，一部分不是，就是他还是有自己可以决定的部分。但是比如说，就身为一个人，你会受社会影响很多，然后你会受过去影响很多，然后你会受社会影响很多，会受整个身体的限制影响很多。但是我相信在这么多限制以内，还是有某些事情是你可以决定的。我觉得人不是自由的，因为他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被法律限制了。但是也没有说不好，毕竟如果真的让人完全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很可能会
可能会世界大乱吧，就是还是需要有人去管控啊。那个自由就是你可以决定你现在这个身体要做什么，或是你要想什么东西，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决定，就是没有办法去决定什么其他人或是其他事情发生的状况。是不是有钱人自由比贫穷人自由来得多啊？他们的选择权是不是比较多啊？那如果是所谓的自由的话，就是人因生而有自由的话，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异呢？就是好像刚刚还有一个是人的自由是有没有边界的，那就是像我刚刚就觉得边界就是不能违反法律啊，就是已经有一道很明显的规定在那里，那你就是绝对不能跨过去。这个可以讲，就是我以前会觉得人是自由的，因为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我可以就例如我选择翘课之类的，我选择参加了什么社团之类的，我可以做出我自己的选择。但是后来最近我比较觉得人是不自由的，因为虽然我们看似有很多选择，但这些选择都是我们被给予的，就是我们始终得要活在这个社会框架下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一定要成为这个社会中的一个角色，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它，所以，对吧？我觉得人是不自由的，我们是被困在这的。我其实一直应该都还蛮逃避的，是不是自由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不管你讲是还是不是，好像现况都不会有改变，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我就相信人是自由的。反正我人生就是这样过，然后如果我觉得我不是自由的话，好像就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你感觉人敢是理性的动物？我觉得人不理性，本质应该是不理性的。我觉得人没有办法100%掌控自己的理性，应该说大部分的时候是理性的，除非就是你在一个很有情绪的情況下。我只是感觉大家都会是感性，但是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我认为我第一感觉，大部分的时间应该都是不理性的，就是要能够完完全全的撇开感情去做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忧郁症证明了身体或是思想的有一个限制性在，然后在于即使你理性知道该这么做，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身体往那个方向去做，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行为。那我觉得忧郁症其实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理性是有它的限制的。敢有绝对的伦理甲道德规范？你感觉道德伦理是来自社会、个人还是其他的所在？我觉得我比较自私，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就是我还是会选择对我有利的。我觉得没有就是它是一个当下的算是社会共同建立出来的一个价值观，那它当然也会一直去变，所以它不会是绝对的。我觉得道德伦理可能是一个从小到大你对于这个的认知吧，或是别人给你的观念或你的习惯，然后会慢慢养成，就应该也可以说是来自社会。我觉得道德伦理规范是来自社会，就是一整个文化，然后一整个社会所建构出来的，所以它会因为在不同的社会或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下面，所以会不一样。我会觉得它某种程度上源自于社会，然后包含你所接触到的家庭怎么教啊，学校怎么教啊，然后你所信仰的宗教怎么教啊。根据各个地方的习惯跟文化，会产生不同的想法。我是觉得每一个环境或每个就是可能宗教信仰下都会有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的认知，所以不一定都一样。圣经好像有说不能杀人，可是实际上
他们以宗教为名义杀的人，老实说也蛮多的啊，所以应该他们好像也没有在信这一套，所以就是我觉得没有，就是他们说不可以杀，但他们还是杀了很多。言论自由，敢是应该保障的人权？这个人权内底，敢有边界？宪法的言论自由应该是保障大家都可以说想说的话，然后想发表的东西，但是它是有边界、有限制的，就是可能说，就是你不能伤害到别人。言论自由有没有边界？我觉得就还是会有吧，就是以最基本的，不要伤害他人，或者是不要毁损别人的名誉啊，或者是影响别人对那个人的看法。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所以我们可以批评政府。那有些没有办法，那所以它的限制其实是看一个国家，我觉得应该是看一个国家它怎么去定它的就它会受到它会被受到限制这样子。一定也会有限制啊，就是你可能乱讲话，然后或者去骂脏话，就会违法吧。虽然我们都会说我们要有可能绝对的言论自由，但是他还是得必须就是针对一些事情做退让，例如可能最近几年很常有的假消息。什么是守份言论？伊是个人、群体，还是社会赞助的议题？仇恨言论应该就是对，我不知道跟诽谤有什么差异，但是是不是比较是针对另外一个群体、一个种族，然后一个群体，针对一个群体做就是攻击或者是批评，或者是比较带有偏见。算是因为网络的兴起，所以才比较有的吧。就是我觉得是群体耶，就是人家公愤这样，就大家因为一件事情，然后去共同的讨厌他，然后就可能会在不理性的情况下的谩骂，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称为仇恨言论，就可能会有一些你可能很不爽对方，然后去网络上骂别人，应该吧？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算社会的层次的。我会觉得它是一个社会层次的，那它有的时候是族群对族群的，然后有的时候它表现在对于一个个人上面，但是它其实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社会属性在，然后人们针对那个社会属性去进行攻击。可以拥有相似的价值观，并且一起仇恨另外一群人。那些人可能根本就不认识，也不一定有很相近的背景，但他们可以有同样的想法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社会造成的。政府敢应当爱管制受群言论？若有管制，甲言论自由的冲突是啥？对，好问题。谢谢你哦。我会觉得仇恨言论应该要被管制。如果法律没有这条诽谤罪的话，那他就不冲突了。但大家都不想要被人身攻击，然后大家都不想要被批评。我会觉得仇恨言论它要被禁止，是因为它违反了言论自由不伤害他人的那一条底线。那所以它不是一个没有什么的轻飘飘的言论，而是它确实是有重量且有造成他人实质伤害的一种力量，这样子。可能言论自由有很多，但我觉得仇恨言论应该是要受到控制的，不然可能会衍生到其他问题，就是像歧视啊，或是一些就是可能就是看不起别人之类的。对，有没有限制到言论自由这一点，我就会觉得有一点怀疑。只是我真的觉得
就是不能，就不一定要用你。如果要好好讲话的话，就不应该这样骂别人啊。对，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要被管制。就我认为，在每个族群之间会有一个绝对的不能逾越的道德底线，但是在每个人的可能生长环境或是一些可能信仰宗教信仰下，每个人会对于这个道德底线的认知不同。台湾目前对于仇恨言论的规范是啥？你敢有想到台湾较常出现的仇恨言论？对于仇恨言论的规范，我觉得比较接近的可能就是类似什么诽谤啊、公然侮辱之类的，但应该没有到规范说，可能我今天刻意去歧视一个群体会有什么刑责。我认为仇恨言论在台湾应该没有被规范吧。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民主的国家，言论自由程度也相对其他国家好的很多。台湾比较常出现的仇恨言论的例子好多哦，例如针对可能女性，针对LGBT 族群，针对原住民，仇恨中国的例子，男性、女性，或者是对异教徒，或者是对岸，可能会有一些仇恨或辱骂的字眼出现。对于原住民的啊，或是对于女性的啊，比如说母猪教啊，然后或者是对于同志的啊，然后我觉得对于精神疾病的很多然后尤其是我觉得精神疾病上大家特别不会去注意到自己讲的话有什么问题。有时候就算是针对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可能会提高到，因为他是中国，然后因为他属于中国，所以我讨厌他，然后所以我讲了一些就是其实如果中国是一个人的话，他应该会不舒服的话。因为回答其实非常的亲密。这个其实我真正无想到，即摆高中生有法度会当回答安尼的答案。譬如讲，咱头拄咧问的时阵，竟然有听到有人对自由的想法，会当想到哦。我差点要讲想到这么精致，太变8点钟。我是要讲，因的想法会当想到哦，这么亲密啦。就是讲，因即马对可能讲有咧思考的高中生来讲，伊已经当了解讲自由，毋单是讲你要管还是毋管的问题尔。伊讲伊需要一个 balance， 嘿，需要这个状况。啊，佮譬如讲，咱拄仔讲到同性恋这种问题，其实嘛有人对伊的 sexuality。伊真正的性欲的性倾向，性倾向，会当作为家己一个认同的特征啦。我是感觉思考的出发点。所以讲，我感觉即摆的中学生，拢真侪中学生拢会当甲即款的思考、甲注意、甲因个人的生活、甲经验合作伙是真好。所以我大家拢感觉讲哦，若甲访问了。拢想要补一句讲，你确定恁无想要去读这个系吗？恁真这适合呢？因若全部拢来读哲学啊，读法律啊。因应该会去啊。应该去，应该来吗？你确定？哎呀，无来你花100万哦。画像。花你哪好啊？哪咧卖啊？哪有这种人啊？好吧，安尼，咱来期待一下，可能因会来读这个系，就算若无，会当来创啥咧？摕到这个思考去继续因的人生。对啊。啊，那为着要来帮助大家，帮助所有的中学生，咱会当摕到这个物件继续思考。可能嘛不一定是中学生尔哦，可能咱的观众朋友对每一个人，为着帮助每一个人会当做到这件代志。咱后一期影片，就来甲讲互愈详细。咱来讲看卖诶，咱今日有问到的这个主义，到底佫有啥物无讲到诶？啊，有讲到的这个物件，伊的论证是生做安怎？伊的特征是生做安怎？除了这，咱再来讲看卖的，仇恨言论伊的审查，和这个主义有啥物关系？安尼就请各位观众朋友来期待一下咯。再见。さよなら。